澳門朋友裝修浴室揀浴屏最頭痕嘅就係唔知揀無邊框定有邊框。天利浴屏深耕家居市場多年，今日就同大家拆解兩款浴屏嘅分別，幫你揀到最啱心水嘅一款。先講有邊框浴屏，佢嘅結構係以不鏽鋼邊框包裹玻璃四周，穩固性超高，就係浴屏入面嘅實力派。對於澳門細單位常見嘅輕薄長體，有邊框設計受力更均勻，安裝後唔會輕易變形晃動，而且邊框可以遮擋玻璃邊緣嘅細微瑕疵，日常清潔唔使驚刮手，性價比超高，好適合追求實用耐用嘅家庭，無論係公屋、居屋定私樓都啱用。再講無邊框浴屏，呢款就係浴屏界嘅顏值擔當。全玻璃設計唔帶邊框束縛，視覺上更通透輕盈，瞬間擴闊浴室空間感，好襯而家流行嘅現代輕奢極簡風格。天利無邊框浴屏採用強化防爆玻璃，搭配加厚五金配件，穩固性一樣唔輸蝕，而且玻璃表面做咗抗污處理，防水即防指紋，清潔超方便。不過佢對安裝師傅嘅技術要求更高，要係平整嘅牆面先可以發揮最佳效果，好適合追求高級感嘅別墅、大單位或者酒店項目。從實用角度講，無邊框清潔更方便，冇框架死角，濕布一抹就乾淨，但有邊框嘅密封性能更好，搭配人造石擋水條後防水更徹底，適合澳門潮濕天氣。另外，有邊框浴屏嘅五金件更耐用，推拉門滑輪同框架一體，開關幾年都唔會鬆動。天利喺浴屏設計方面有多年經驗，知道邊種設計最啱本地屋苑。無論你中意通透簡約，定係穩陣耐用，都可以聯絡我哋上門量尺，幫你揀最啱嘅一款。